失色，赐我勇敢的心，因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赐我勇敢的心，因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来进入撒母耳记上第14天的共读。今天早上邀请顺正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是新的一天，让我们一早就能一同来到你的面前，在话语中与你。求你用圣灵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在圣经中得到亮光跟启示，愿我们的心柔软，我都能听见你的声音。祝福牧师今天的分享，以每一位参与的弟兄姐妹生命被你更新跟建造。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阿们。谢谢。我们昨天在撒母耳记上的第12章，那看见的是撒母耳他的退休的感言，也是一个交接政权。那也看见撒母耳回顾他一生的侍奉，来见证上帝神圣的选召，他来荣神益人。那撒母耳也呼吁百姓，所有一切的救恩拯救的源头是来自于神，不要忘本，不要忘记上帝的拯救。那也警告百姓，地上的君王或是百姓或是地上的君王，若违反上帝的旨意的后果，所以要来寻求神。那虽然是在旱季的时候，但是撒母耳的祷告是天打雷降雨，所以百姓知道他们得罪天得罪神。那在后悔的时候，但是撒母耳还是鼓励他们，安慰他们，不要惧怕，也不要偏离神，只要紧紧抓住神，那神是喜悦他以色列人做他们的子民，而且撒母耳也继续为百姓们守望代祷，即便他可能是退到幕后，或是退休，或是交接，但是他依然会尽他先知的职分，除了教导，还有为百姓来祷告。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读13章，那我们请顺正长老带我们来读13章的第2节到第5节。第2节，扫罗从以色列人中选出3000人，把2000人留在他身边密谋，和伯特利山区，把另1000人到贝亚米之主的基比亚地方，由他儿子耶尔丹率，其余的人则打发回家。耶尔丹在加巴杀了非利士人的指挥官，非利士人都听到这事。扫罗派专差到天俄各地，非号角召集希伯来人出来作战。所有的以色列人听到我杀了非利士指挥官，又听到非利士人怀恨他们，就响应扫罗的号召，集合在吉甲。非利士人积极攻打以色列人，他们有3万战车、6000骑兵和无数的步兵，多得像海滩上的沙粒一样。他们把车队调到伯亚文东边的密谋，在那里驻营。好，谢谢。那现在中文译本是直接把第1节取消，好，那没有再放进去。那我们在和合本或是和修本还可以看到有第1节那所以在这边用一个浅蓝色的字来把和合本的经节放上去。那第1节是这样子写，说扫罗登基的时候年30岁，做以色列王2年。好，那原文也没有30，好，那这30可能是一些后期的抄本。那做王2年，好，2年呢，
这个2年好，因为它的原文呢好是破损的，所以这个2年是可能写到2，那但是可能后面还有一个20，好，所以有人认为这是20，所以这个扫罗作王到底是20年好还是40年好，那这是有争议的。40年的说法是从使徒行传13章的21节好提到这个扫罗作王40年。那但是20年的说法呢，可能是来自于13章的第1节，好，就是在这个原文当中做20年。好，那因为13章第1节这个原文当中呢，它没有办法看出它完整的句子意思，好，所以主要就是有40年或20年，好，这2种扫罗到底做王多久，好的这个不同的看法。那但是可能因为使徒行传所留下来的资料比较被接受，所以会说扫罗作王40年。那还有扫罗他登基的时候是30岁，好，那这也是在第1节当中提出来的。好，那原文当中的这个几岁呢，好，也是没有办法被确实，所以我们可能只能当做一个参考了。那但是我想大概也不会太大的影响。那第2节就是扫罗他做王之后，好，那他也执掌这个王权，还有国权，还有政权。那他从以色列百姓当中挑选出3000人因为之前撒母耳就有预告说王就要征兵，他就要抽税，王就需要奴仆，需要侍奉的人。好，所以扫罗呢就为自己来养了一支军队3000人。那3000人呢又分为2队，一队是2000跟随扫罗在密抹和伯特利的山区，一队是跟随扫罗的儿子约拿单，是在比较南边是在便雅悯的基比亚，也是扫罗的故乡。那其余的百姓呢，扫罗就打发他们各自回家，或是回各自的帐篷去。那所以这是扫罗他的军队来看并不多因为之前他去攻打亚门人的时候，总共号召出33万的军队出来。那约拿单呢，在从13章14章我们会看到约拿单是非常的主动，非常的积极就是他对于这个战争呢是非常的有天分。那约拿单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已经给予，上帝已经赏赐，那他就主动去攻击非利士人在加巴的驻军那所以非利士人他们听见了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预备要开战。那扫罗呢也没有反对，扫罗就在遍地吹号角，那说让希伯来人都能够听见让希伯人都能够听见那这个开战的声音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地图，就是密抹跟加巴大概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北方不远的地方，那它就在耶利哥、耶路撒冷和伯特利这3个地区的大概中间的区域。那所以这个开战的地方呢，其实是在犹大以色列的境内在便雅悯的境内，但是呢非利士人可能离以色列越来越接近，所以密抹的意思就是隐藏的某物或是贫乏被留下，那它是一个天然的一个隘口。那加巴呢，它的意思是山或是高地，也是一个重要的交通孔道。所以从这个地理位置来看呢，并不是约拿单他主动去打非利士人，而是非利士人呢已经节节进攻，那不断的靠近来到了这个便雅悯之地所以这个他必须要去迎敌。第4节，所有的以色列人听到扫罗杀了非利士人的指挥官，又听到非利士人怀恨他们，那他们就响应这个扫罗的号召，就集结来到吉甲的地方，所以他们就从东边的耶利哥吉甲，那要来支援密抹和加巴。但是非利士人呢聚集的军队呢，在这里提到有战车3万辆，
然后骑兵就是骑马的有6000，那士兵呢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啊。好，所以有人认为这战车是3000哈，不论是3000或3万哈，但是因为圣经的描述就是连这个来的军队是大军哈，像海边的沙那样的多，所以这引起了这个扫罗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好，一个危机。那所以这些他们这个非利士的军队呢，来到了伯亚文的东边哈，密抹在那边来扎营。那这伯亚文呢，有2种解释，一个就是亚文，约书亚记约书亚记提到的亚文，但也有人认为这个伯亚文就是伯特利，就是伯特利。那在何西阿书、列王记上都有提到这个伯亚文伯特利。那不论如何呢，其实这个仗义非利士人呢，已经来到了这个便雅悯之地的但黄区啊，好，那已经是相当的接近他们，好，那把他们快要逼到约旦河东去了，好，要逼向约旦河，所以这时候局势非常的紧张。好，那我们再请孙正长带我们来读第6节到第10节。以色列人知道大难临头，强敌压境，有些人就去藏在山洞里、丛林里、石穴里、井里或是坑里；有些人渡过约旦河，逃到加德和基列地区。扫罗还在基甲，随从他的人都惊惶战栗。他照着撒母耳的指示，在基甲等了7天，但撒母耳还没有到，人民开始离弃扫罗，所以扫罗对他们说：“把烧化祭和平安祭的祭牲带到我这里来。”他就献了烧化祭。正当他献完祭的时候，撒母耳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好，那所以非利士人的战车、骑兵、士兵，好多的数不清。好，那以色列人知道大难临头，强敌压境，那他们的做法是躲起来。那所以有些人就躲起来，害怕就躲起来，躲在山洞、丛林、岩隙、地窖或深坑中。那有一些希伯来人，他从约旦河过来，逃过了约旦河，就先越跑越远，甚至躲到了加德还有基列地。但扫罗呢，人到了吉甲，所以扫罗呢，他也不是在第一线了，他已经退到耶利哥地区。那第8节提到说，扫罗呢，照撒母耳的指示，在吉甲等7天了。那撒母耳的指示呢，好，在撒母耳记上的第10章的第8节，就是扫罗第一次被撒母耳2个人膏他做王的时候，然后那一天被膏的时候，撒母耳预告他要跟一群的先知受感说话，要成为一个新的人。那时候撒母耳就告诉保罗说，好，他要先到吉甲，然后扫罗到了吉甲要等候7天哦。不过第10章的第8节，跟现在这一段我们读到13章，到了吉甲等候7天，这时间上来看呢，至少相隔2年以上，2年以上，所以到底是同一件事情，或是同一件事情，还是不同的事情，也有不同的看法。好，那可能就是或是变成是撒母耳和扫罗的一个约定，就是他到这个地方等他呢，至少都要等撒母耳等7天。好，那在那边等候神，或是在那边敬拜神哦。好，那但是呢，这里第8节提到扫罗有遵照撒母耳的指示，就在吉甲等了7天。那7天我们知道就是过了一个安息日。可是撒母耳还没有到，所以人民就开始离弃扫罗，所以扫罗呢，他压力非常的大，因为已经有一些百姓或是有一些军队，他的一些选出来勇士都一一的逃跑。那所以扫罗就对这些人说，
把烧化祭和平安祭的祭牲带到我这里来。那他就是要献燔祭，烧化祭就是燔祭，还有平安祭，他准备要2个祭他都要一起做。那才做完了燔祭，当他献完烧化祭，撒母耳就到了，那扫罗就出去迎接他。所以其实这就是表示说这个2个献2种祭呢，第一个祭才完成，第二个祭还没有完成，撒母耳就到了。好，那也表示说撒母耳扫罗他真的是等不及，那其实还是可以继续再等下去，但是他没有等到最后他就在情势所逼之下，扫罗他就匆忙来献祭。好，接着再请孙正道带我们来读11节到14节。撒母耳责问他：“你做了什么事呢？”扫罗说：“人民离弃我，儿女也不照约定的时间来，并且非利士人正聚集在密谋。我想非利士人要在吉甲攻击我，我们还没有获得上主的垂顾，所以我不得不自己献烧化祭。”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你没有遵守上主你的上帝给你的命令。如果你遵守了，他会使你和你的后代永远统治以色列。可是现在，你的主，你的王朝不会长久，因为你不听从我。上主要找合他心意的人，使他做他子民的统治者。”好，那扫罗他不合法的献祭，因为他没有祭司的职分，那他只为了要赶快完成献祭，完成敬拜，希望能够得到上帝的帮助或上帝的同在，好能够去战胜这些的非利士人，或是挽回这些民心，因为大家的心非常的不安定。但是撒母耳对这件事情呢是非常的不悦啊。所以撒母耳问他：“你做了什么？”扫罗他就提出几点理由，因为人都跑掉了。第二个，撒母耳也没有照时间来。第三个，非利士人已经聚集来到了密谋，离他们非常的近。那第四个就是他们到目前他们没有向上主献祭，所以呢没有人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他搬出了好几个理由。可是撒母耳呢却对他说：“你做了糊涂事啊！”就是没有遵守耶和华吩咐你的命令。好，那这个命令呢，除了就是等候，好，那还有就是说做他应该做的事情。好，那但是他不该做的事情，他应该做的事情不包含献祭，但是他却逾矩，或是他去这个越界了。好，所以如果你遵守，撒母耳说，如果你遵守，神会使你和你的后代永远统治以色列。好，那扫罗是便雅悯支派，可是现在你的王朝不会长久，因为你不听从他。上主要找合他心意的人，使这个合神心意的人做他子民的统治者。那这段话是出于撒母耳，还是出于神？那我们从前后文来看呢，这可能是出自于撒母耳，这就是扫罗让撒母耳失望，所以撒母耳就说出了这样的话，就是撒母耳对于这件事情呢是非常的介意，非常的在意，那特别是扫罗他不合法的献祭这件事情。那不论是撒母耳考验扫罗，或是就是扫罗他等不及，那匆忙的献祭，然后取代了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这是撒母耳在这边宣判，这个扫罗他的王位不保。那么说王位不保，不过就是从后面的时间来看，好，扫罗这时候可能是做完了第2年，好，或是20年也好，好，跟他后面继续发生的事情，其实还有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呢，所以这可以说撒母耳给扫罗的一个警告，所以这是撒母耳向扫罗提出他不合法献祭的警告。好，接着在点顺正道，带我们来读15节到18节。于是撒母耳离开吉甲，继续他的行程。其余的民众跟随扫罗去跟他的军队会合。他们从吉甲到便雅悯地区的基比亚，
扫罗数点他的军队，大约有600人。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以及跟随他们的人，在便雅悯地区的加巴扎营。非利士人往密摩驻扎。非利士军队从营地分3队出击，一队往苏阿勒地区的沃伯拉，一队往伯和伦，另一队往普士喜坡因谷和旷野的山间去。那到底扫罗对撒母耳所说的预告是提醒、警告还是预言？那如果从这个经文的发展来看呢，比较是一个警告，是一个警告。但是这里没有看到扫罗的回应，扫罗继续是面对他该面对的战争啊，所以应该这个故事，刚才这个事件呢，就是撒母耳继续来献祭，那他献祭完，他就从吉甲到便雅悯的基比亚，那意思是看路线的话呢，是撒母耳呢是往这个战事的前线而去前线而去。那扫罗是16节扫罗呢，他就数点他的军队那数点完的人数是600人。那一开始我们读到第2节的时候是3000人，然后2000跟扫罗，1000跟约拿单，但是这2000呢，扫罗剩下600，所以可见呢有1000多人，2/3的人都已经逃跑了，那只剩下1/3的人跟随那扫罗和现在是扫罗呢，就跟他的儿子约拿单，还有跟随约拿单的这些军队，所以约拿单的人数呢，大约是1000，那剩多少不晓得，所以加起来也是大概全部军队当初扫罗挑选的3000的一半，1500、1600左右。那他们就从吉甲便雅悯地区的基比，扫罗和他儿子的军队就在加巴来扎营，那非利士人就在密摩来驻扎，那所以加巴密摩两个都非常的接近，所以非利士人已经来到了非常的核心的地区那这里提到非利士的军队呢，他们分成3队一队去攻打俄弗拉，一队去攻打伯和伦，一队去攻打喜坡因谷所以这对以色列人来讲是非常的头痛好，那俄弗拉或是伯和伦这个位置呢都比较难以确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地图上面蓝色的线，一个是从密摩往北，一个是往西北，一个是往西的方向。好，那这个非利士人他们的军队有战车，有骑兵，有士兵，多的数不清。好，那他们就是要大肆的来攻击以色列。所以以色列呢是处在一个被挨打或是一个劣势，而且又看到扫罗跟约拿单的军队呢人数非常的有限所以也可以说这个情形之下呢是非常不乐观。好，那再请孙正照带我们来读19节到最后的23节。那时以色列境内没有铁匠，因为非利士人不让希伯来人制造刀枪，以色列人必须找非利士人磨砺锄头、斧头、镰刀，磨斧头和修翅膀手架1个小铜板，磨砺耙和锄头就要2个铜板。因此打仗的时候，除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以色列军队没有一个兵士有刀枪。非利士人派一支军队去防御密摩、隘口以上。好，谢谢。好，那我们看到以色列的战况危急好，但除了危急，非利士人的攻击，甚至呢，以色列的窘境就是他们里面没有铁匠，因为非利士人他们有铸铁的技术，这个技术和能力就他们的武器比较优良，好，那可能对以色列来讲，他们可能只有铜的技术，那所以以色列众人呢，他们必须要透过磨锄，好，还有犁，还有斧头，还有铲，好，那他们都要去非利士人那边去磨，好，而且
21节还提到，磨除或犁的价钱是2/3的舍客勒，就是2个铜板；磨斧或是修整翅膀的价钱是1/3的舍客勒，1个铜板。所以他们都要花钱去请非利士人替他们打造这个耕种的器具。更何况说他们现在打战的军器呢，他们可能没有铁的技术，只有铜的技术。那所以到了征战的日子，所以所有跟随扫罗和约拿单的人呢，他们都没有一个人手里有刀有枪，所以他们的武器什么呢？是拿锄头、拿犁、拿斧、拿铲，拿这些耕种的器具去打战。那以色列当中只有谁有呢？只有扫罗跟他的儿子有这个军器，有刀有枪。所以这场战争呢，看起来到底该如何能够得胜呢？那这是撒母耳要明天14章继续要带我们来看的。那甚至呢，除了非利士人把军队分3队去攻打以色列，甚至还派了一个军队去妨碍密抹的隘口。那这个密抹它是一个天然的隘口，所以甚至非利士人也都做好准备可能这一举就要让以色列人宣告战败或是结束。好，那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就是扫罗在撒母耳退休之后登基，那他跟他的儿子呢带领军队要去迎战非利士的敌军。那约拿单呢攻击了迦巴的驻军，让非利士呢就引来的战争，这场战争呢铺天盖地而来，那也对以色列来讲是军事上的危机。那扫罗在这个压力当中呢扛不住，所以看见百姓或是甚至连跟从他的挑选出来的军队也渐渐的离去。扫罗在惧怕当中，那他就没有等待撒母耳7天，即便等了7天，那他还没有等到最后的时间，那他就贸然取代那撒母耳来献祭。献祭的这个不合法的动作呢，也显出扫罗他个性上面的这个恐惧或是担忧或是惧怕，以至于没有安全感，以至于他才刚献祭一部分，那撒母耳就出现，那撒母耳也郑重的警告他，上帝要另外兴起合他心意的人做王来做百姓的君王。那不论是来自于撒母耳的预言，或是来自于上帝的预告，但是呢，这件事情到后面果然也是成就。那但是我们看见扫罗还有机会，那上帝也给扫罗机会，继续能够做以色列的君王。好，我们明天再继续看这场战争后面的发展。好，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让我们能够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大祭司。许多时候我们都会像扫罗王一样，面对情势或是面对四周围的环境凶恶感到惧怕，但是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不要怕因为在世上虽然有苦难，但是耶稣已经胜过一切的苦难。即便在海面上，你也让彼得行走在海面当中，也求你继续带领我们的人生，带领我们的脚步，在面临各样的困境或是危机的当中，有主在我们的心，有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得享平安，也让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上面都能够不逾矩，也都能够遵照主的旨意来行。也愿上帝赏赐我们智慧和能力，在大小事上都能够尽心尽意的爱神，也能够爱人如己。我们再次把我们今天一天所做的工，以及所要做的各样的事项，都交托在主的手中，也求主赏赐智慧、聪明、能力与我们同行。我们如此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孙正长老，谢谢大家，谢谢牧师，大家平安，谢谢，谢谢牧师平安，平安，拜拜，谢谢牧师平安，平安，牧师。谢谢。谢谢牧师。谢谢平安。